来关心其他的社会事。在台中的一个死亡的案件，死者是一个姓尤的查某人。检方发现讲，甲死者带做伙其中的2个人有真大嫌疑，因有共同的信仰。甲死者这3个人拢是中华北洋、四季、灵宝圣道会信徒。这个宗教在2019年的时阵，捌发生过甲信徒拍死的案件。台中地方法院6月7日是先裁定甲死者做伙住的2个人羁押禁见。警方7日透早，甲死者带做伙姓詹甲姓柯的2位室友，还有另外2位姓林的信徒，移送台中地检署。警方伫核实了，甲4人向法院声押禁见。台中地方法院开庭到7日半暝，裁定2位室友羁押禁见，另外2位信徒释回。检察官就上开无保释回之部分，收到裁定后，会研拟是否提出抗告。姓尤的女子初5被送病急救，相当死亡，因为规身躯有大面积的乌青。警方调查发现，死者住伫咧大理区一间公寓的5楼，验过甲死者带做伙2位室友已经透暝搬走。警方是拘提2个人，并且通知厝主到案。才发现厝主就是4年前涉及借巧科模拍死信徒的中华北洋四季灵宝圣道会创办人姓林的女子，而且公寓6楼就是这个宗教的道场。虽然警方调查伊无涉猎这件死亡案件，不过有信徒的家属希望政府对这种有问题的宗教团体爱小管一下。要去咱来讲，迄拍死人，伊讲，哪有可能？怎么抓回来？伊讲，伊都袂回来啊。遐个查某就是讲，迄卡伊个啦，对无？你怪去报警了无效啊！政府的问题，咱政府做这款的都爱抓。林先生讲，4年前发生拍死信徒的案件时阵，因牵手就伫咧这个宗教团体内面，伊捌去这边案发的地点的道场要找因牵手，所无真侪信徒拍叫，上尾佫被赶出公寓。虽然后来因某有转来，也毋过无偌久，佫转去这个团体，半年才转来这边，即马也毋知影人伫咧倒。伊讲政府若放迄无管，以后一定也会出代志。记者综合报道。